人生的路无。啊，爸爸今晚不是回来啊？是啊，你已经回来啊，你已经不是我的爸爸，你变了，你变得足苦，足苦的。秋萍，你听我讲，爸爸这摆当然是想要来看你，也不想要靠恁老母过来嫁别人。我愈想愈气，所以我唔知。好啊，秋萍，我全部负责任人，结果咱也是无路用，来等。秋萍，你给我爸爸一摆机会，你给我叫我一句爸爸好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讲再叫你爸爸。我一世人都无可能讲再叫你爸爸。我恨你，我恨，我就恨你啊！秋萍，秋萍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阮永远无希望我看到你，包括你所有一切一切，爱情、喜剧。去遐久啦，还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咧。阿爸，你免烦恼啦。你当然嘛免烦恼，你若讲做这是你的厝的哟。阿爸，秋萍，秋萍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哪在哭？秋萍，秋萍。秋萍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母甲阿国啊咧？你走，你走，我无想要听到你的声。秋萍，你先开门好无？秋萍，阿公哪无甲你斗阵转啊？伊一定会平安倒转来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啊！嘿，王啊，我足忝的，我休困一下好无？哪安尼？阿母，啊你毋是一直讲无代志？阿哥那个即马袂转来啦？阿公转来啦！你转来啊！我这平安好啊？挺好啊，阿哥，这是袂过互你受到你任何伤害。妈给你准备猪脚面线，食一个。来，阿母我食饱啦。你都食，食饱你慢慢搁食，才袂衰。进来，好。来，食一个吼。阿哥啊，啊这个工你是拢走去倒啊？啊拢要啥斗阵？哦，就是一个阿伯嘛，啊个一个这个，带我去动物园耍哦，佮带我食牛排呢。哎，你唔管你讲啥话？哦，有啦，就是。嘿，王啊，阿哥较忝啊，爱休困啊，明仔爱去读书嘞。是啦是啦，阿哥，甲姐姐来房间。秋萍，你这几工啊好无？挺好啊。啊，你有食无？有啊，我食一济啊，大家拢出去耍呢。阿母，这是迄阿伯送我的珠包哦。对啦，还佫有这领新衫呢。真水。对啊，阿母，内底佫有一包物件要互你的。要互我？嘿，对。这20万是要秋萍做嫁妆，我会倒转来。秋萍，等现在阿哥来上课，了后我载你去上班啦。阿哥。秋萍，
阿姊，你若无甲主任哥哥讲话。阿哥，姐姐希望你将来是一个真有负责任的查甫人，知无？对啊，阿姊，你敢有看过咱爸爸？你来问我这个问题。我大家看阮同学，顿来食饭的时阵，因爸爸拢会送便当来，下课因爸爸拢会载伊转去厝的。我就羡慕因有爸爸安尼。姐姐细汉的时阵嘛，看过咱爸爸。咱爸爸讲要买洋娃娃给我，迄当阵我嘛感觉，咱有一个真好真好的爸爸。阿哥，你希望咱爸爸是啥物款的人？就是迄个阿伯啊，迄个阿伯，就是顶下带我出去佚佗，到有牛排食，搁做我新珠宝迄个呢。迄个阿伯，敢真是遮尔好？对啊，伊讲伊以后要带我出去佚佗，伊叫我较乖，所以我即马比以前搁较乖哦。阿哥，恁即阵我用爸爸嘛足好的，对无？不过伊也袂当陪我耍棒球啊。那呢，以后姐姐陪你耍棒球好无？好啊。秋萍啊，你来啊！好嘅，老姐。秋萍啊，你先等下。这包物件吼，下只我开门的时阵啊，顶头搁写你的名咧。洋娃娃。秋萍啊，你是安怎样？迄物件是毋是最近寄来啊？哈？毋是哦。好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插到后厝来寄来对无？哼，这个唔正囝，什么时阵来这套？阿哥，嘛毋是阿孙阿送。啥？唔是阿水阿送的？秋萍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摆少年人哦，是只足可哦，什么足头拢有咧，你千万莫用骗，你知无啊？我知影吼，你唔是迄种离我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哦，假使哦，你若衰去哦，我敢问做第一点哦，知无你？好。头家，你是讲什么啊？无啦，我意思是，嘿，俊英啊，你等来啊！哎呦，讲人难搞哦，真好真好。调夫姐，我想甲秋萍讲两句话用一无？当然会用的啊，你还得等来啊！啊，等你是兄模样呢。我甲你讲，秋萍哦，心情无甲偌好，你上好啊，甲带去聊聊的，吼。秋萍啊，俊英啊，等来啊！秋萍，咱出来行行好无？你头家定定送你物件，你妈有别讲，无是来顺阿送，来孙才是为做迄款的代志。无是向送。啊是即摆还有人咧约你哦？咱莫搁讲这件代志好，你毋是足无用的。你若无要紧倒转去台北开你的公司。秋萍，我知影你即摆咧气我啦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咧生气，我免得安心去台北。你敢毋过会有陆流的感觉？你台北毋是有人照顾你？秋萍，原来你是咧讲张小姐哦。好佳哉，你即摆讲出来，也无这5月就大啦。但是我的秘书尔，你想要倒位去啦？你通叫想看袂出来，上气袂，伊是介意你的，这是事实的啊。啊，当阮是同事啊，大家拢斗阵咧做工课，本来就要互相照顾啊，这哪有啥啦？无你嘛要相信我，我敢只管人哟。以前我绝对相信。时阵台北的查囡遮尔济，我哪会知你会变成安怎？敢讲爱我就抓你听？好，无我就抓啦。总我单纯言吼，这世人若辜负秋萍，啊若无抓秋萍，我哎，我听好后壁讲你出去啊，我就要讲哦，你就早出去。来顺啊，这个好佳再有你斗3工啦，啊，哥我这咱平安回来。无啥物啦，
这个代志哦，换准别人拢嘛安尼做啊。多谢呢。三妹兄弟，讲我遮天数，袂输我无熟悉咧。秋萍，迄翁仔真水咧。啊无恁等遮好好开讲，我先倒来上班。秋萍，恁较安尼见面，恁讲啦，我来走啦。唔免啦，我已经出来足久啊，恁踮遮开讲啦，我倒来上班哈。翠莹，我要倒来做工课啊，你去台北啊认真拍拼上班哦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来顺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定要老实甲我讲哦。什么代志？迄洋娃娃是毋是你送？唔是啦。唔是就好。请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你。我也记在心。吴经理啊，你放心啦，阮公司绝对准时出货的。好，咱做安决定哦，多谢吼。喂，我是。啊，王董的哦，咱这个产品卖了好无？啥？你搁要伫5000领？明仔载就要伫哦。啊好，无问题啦。好，好，多谢好。其实，给，你要去工厂了，甲吹者啦。拄只王董打电话来，讲搁要伫5000领啦。叫你搁吹者。哎呦，俊英啊，咱即摆袂用到要死，无才来接订单啦。袂用是啦，咱公司上较重要就是爱讲信用啦。我已经答应王董啊，明仔载要交货啊，就要入工厂吹者啦。紧点啊！哦。袂使，哈，紧的去啦。好啦。是吧？是。哎呦呀，阿公啊，你看啦，迄俊英甲你背这了够拍，你看，遮大个，安尼有成太空人无？实在无简单。俊英吼，安尼一背吼，你看卖啊，牵起来吼，手臂安尼哈，有够水的啦。先生，哦，我即摆才看到你穿西装个，搁真拍咧，拍你哦。嘿，我老母啊讲吼，后较趁钱吼，我穿较水的转来看，我这恁台北买呢。多谢你哦，你走去抓咧。哎呦，我又不要讲个什么，慢免来客气啦。啊，规定我要转来看我老母啊，这阿俊也够交代。咱来讲吼，伊即摆较无闲啦，若等伊闲的时阵哦，伊会赶时间落转来看你安尼啦。你看俊英啊，讲若无用哦，毋免一定赶紧倒转来。少年人哦，事业较要紧啦。这我会甲讲啦哈，无我要等啊哈。好，再见啦。多谢你哦。这前台足重要呢，我差点拢袂记住。小平啊，歹势，倒一样物件，迄俊英要交代互你。这。哎，等下。哦，你看，我给你挂来。其实袂用的啦。啊，我给你挂袂用的啦。啊，对，俊英啊，给你挂较会用的。哈，我知。来，收起。好，安尼我要转啊哈。好，再见。俊英啊，真无互我失望啦。阿母，你讲我话头水无？我的爸爸，高位啦，为较水噶。我的爸爸啊，来，我画啊，哎呦，搞的，哎呦，搁画到遮尔水啦。哎，我的爸爸搁画到遮缘投，我敢有遮缘投啊？这毋是画你啦，这画迄个阿伯啦。你们，曹大人，你咧找我是？俊英啊，即马做了安怎？曹大人，你敢讲哦，确实也袂歹就对。俊英啊，这个囡仔哦，确实有咧是生理的卡笑，想袂到在短期间内啊，连中部一寡客户啊，订单已经订到明年的中旬啊呢。想袂到这少年人也有两步七啊，吼。不过曹大人，我有一寡话吼。是讲唔知通讲也唔通讲呢？嗨，
有话就紧讲，我这人上退下讲一半。有啦，初党的，我是替你担心啦。担心啥？党的，恁吼一寡客吼，大家拢做爱甲准娘做生意呢。安尼真好啊，咱都会使趁大钱啊。这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恁较早一寡北部一寡固定的一寡咱的客户啊，即马大家吼拢走你准娘遐去啊呢。有这种代志？咱就安尼说落去啊，准娘以后做生意啊，绝对会超过你呢。你讲安尼嘛是有理，唔惊一万，上惊万一，我会杀死伊为好。头家，歹势，这钱先还你。哎，这边啊，等我有逼你啊，伊还去还钱要送啥？我甲你借钱本来就应该还钱，而且我只是先还一部分，剩下后天我再还你。秋萍啊，我甲你讲过啊，吼，我无给面钱，你也是将这钱还我嘛，吼。安尼哪好意思？你甲我客气什么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即马有一点仔喙焦，你倒一杯茶给我啉吼。哦，多谢头家。袂啦袂啦，钱要还我，钱我若甲你讨回来，我就攞出啊，哼，敢讲你唔知影，遐钱是拢我的配金。这面通放袂记我的一生一世。你是要来这创啥？我是要摕钱来还爸爸借的。还钱会用的啦。法师讲你是来找来孙啊，伊无得咧。我毋是要来找来算的啦，啊无，我麻烦你甲这钱，改天我去摕互恁爸爸吼。麻烦你甲恁爸爸讲多谢。若是你无代志，你会先回去啊，吼。我真麻烦你。阿兰，其实迄天你真是误会来顺啊。好啊啦，你莫讲啊，你安怎解释都无路用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呢。是我。你莫搁讲啊，我袂搁相信你啦。走啦，我不了亏了你，走啦，走啦。秋萍，先生啊，你来创啥？我是摕钱来还爸爸借。哟，我知有你要倒来啦，咱内面先坐坐。唔免啦，我是想要甲你讲，迄天我甲你借的钱，唔知影会当明天再还你无？迄袂要紧啦。啊，无用车载你倒来。唔免啦，来孙啊，你讲。来孙，真多谢你。那呢，我来去。秋萍。来孙啊，我拄只有做一鼎莲子羹，恁来食好无？行啦，我不行啦。来孙啊，来孙啊！现在有够无良心的，对伊遮尔好，伊搁歹惨我。你手皮都叫有棍用啊，搁对伊遮尔好。阿兰啊，你是安怎？唔免你管啦！我拄则都有听到阿孙啊、甲秋萍的声，太人嘞。伊老去死啊啦！我知啊，你一定要气因吼。阿兰啊，哈，讲啊这个来顺啊吼，啊，亲像你这么好的姑娘啊，这么好的小姐，哈，唔知影通我疼惜，真正是头壳歹去啊。话佮讲倒转来啦，阿兰啊，你安尼戆戆啊等嘛，毋是办法啦，你着爱较主动呢。告诉讲，你若是愿意哦，这阵代志拢交我，包点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甲你安排甲足妥当的。